嘉义市的议员戴玲早领到助理费，1审被判刑10年6个月，2审因为认罪改判5年6个月。戴玲讲，感谢法官的谅解，嘛希望政府针对助理费的制度会当通盘来检讨。诉的助理当中有2名戴玲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，未来戴玲也会用更多的证据证明其他的3位助理也是。戴玲没有诈领助理费，强调用证据证明清白。2023年7月，嘉义市议员戴玲涉嫌诈领助理费，获法院判10年6个月，有期徒刑后提起上诉。专案伫2024年9月进入2审，伊开庭的时阵，哪好哪承认有挂名助理，也愿意将不法的所得交倒转去，希望法官予伊陪2个也未成年的囡仔大汉。虽然戴玲2审申请错误，严格检方认为提起上诉是因为无申请缓刑，加上最后才认罪，唔是自并。加上规件案件是因为戴玲对1801年6月开始到1809年7月，以生12个查甫人在内，3人挂名做人头助理，严格拢无做实诈领助理费，才个将薪水摕来纳入健保，部分转到个人的口座，希望法官驳回上诉。今日早起，台南高分院2审改判5年6个月，褫夺公款4档，当时将431万8750块犯罪所得没收，专案各一档上诉。判决的结果出炉，戴玲发出声明，感谢法官谅解伊的行为，嘛希望检讨助理费的制度，也表示讲趁的近期，伊会坚持初心，服务市民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